诚安建设 Ricasa 安家承诺为自助客而生。家乡边多日起，Ricasa 利用道道铺现，相信见到就是要摕来生活的。城安建设、精英酒店、SGS 及第三方机构成立营销联名，共同签署安家承诺，作为建筑的新标准。诚安愿意一直去跟我们的居住者，还有我们的市场沟通，倾听每一个人他们对于生活的想象，然后我们再用建筑的语言去一一的把它实现。该计划将运用在台南生活市中心、明日新城安，包括对土地到生活的全方位思维，其中会经由 SGS 来掌握硬件品质，并透过 Fitwel 健康建筑认证，以及精英的云端管家服务，建立住户建筑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。云端管家的概念就是把我们台南精英的能量跟资源，然后透过数位跟科技，跟我们住户每一位主人来沟通。该建案会当加做全方位生活支票建案，整个买厝流程透明化，目前开放有售到单，已经有4成销量，以南科地区族群为主，有健康营销条件、优良的施工营造品质，以及上好的酒店服务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